大家好，我係靚正，今日嚟打卡，我期待咗好耐，耗時將近1年精心打造嘅保利美高梅博物館。前廳以西方穹頂融合多媒體層疊裝置，創造穹頂之下皆為星辰大海嘅意境，象徵中西方歷史文化嘅交融同沉澱。而博物館入邊呢，則以傳統嘅中式設計為主，中國特有嘅藻井、斗拱等元素點綴其中。藻井嘅圖案呢，係盛開嘅蓮花，呼應澳門呢座中西文化碰撞嘅城市。藍色飄帶係博物館第一個展覽，4個單元從古至今講述海上絲綢之路嘅奇珍異寶同人民風情。咁多人排隊睇咩呢？就係呢次展覽嘅 C 位擔當，圓明園嘅4個獸首。教科書上嘅國寶，而家終於可以親眼所見，教學閉環就此形成。驚喜之餘有5味雜陳，12生肖幾時先可以團聚呢？呢度仲係大灣區第一個用到 OLED 展櫃嘅博物館。咁除咗咧一般嘅介紹之外咧，其實呢個圖案咧都可以點擊啦，之後放大同埋縮細啦，又或者可以令到佢360度咧咁睇晒成個。連文物嘅附著物都可以模擬到，可以通過操作抹去呢啲附著物嗰一鋪考古嘅人。通過呢個技術，仲可以更加直觀了解到嗰啲只能夠遠觀不能褻玩嘅國寶文物，拉近彼此間嘅距離。同樣用喺呢款外銷波斯嘅瓷器，可以清晰了解瓷盤上文字嘅意思，感受中國瓷器技術嘅高超。呢張掛氈呢已經有400幾年歷史㗎啦，主題係特洛伊戰爭，但細心睇會發現上邊有好多東方美學元素，捲雲、浪花、邊框嘅圖案都充滿中國文化特色。最後嚟到當代藝術區域，第一眼就俾呢幅8米長嘅東方大港吸引住，以藏族唐卡技法同埋鮮豔嘅顏色創作，淋漓盡致反映當時繁榮嘅泉州港。同近20間國有博物館，仲有頂尖文化藝術機構合作，展出超過200件國家文物同珍品，包括多件國家1級文物添。博物館就喺澳門美高梅酒店2樓，歷史控同藝術發燒友點可以錯過啊？又打卡個靚正好地方。